樣嘢其實澳門亦都有咧引入一啲法國嘅一啲嘅諗法，請多啲勞工嘅，咁變相咧就令到本地人咧佢可能需要返工嘅工作時間咧，亦都會係拉長。國內外對於工作時數嘅增減咧，其實一直咧都有住唔少嘅討論嘅喎。咁而若果工作時間過長，除咗可能會對於自己嘅健康造成傷害之外，亦都可能會危害到其他人嘅安全添。冇錯啊！嗱，長工時係咪就等於高效率呢？嚇？如果有得揀嘅話，打工仔又想揀較短工作週啊，定係維持現狀呢？嚇？不如一齊聽一聽今集職場先知，聽下兩位嘉賓佢哋嘅睇法。大家覺得自己每個星期工時長唔長？長工時又係咪等於高效率？如果有一揀，你會想揀較短工作週定係維持現狀呢？今集我哋邀請咗兩位嘉賓，教育平台創辦人黃永聰先生同保險公司機構業務部高級主任梁偉榮先生，同大家傾下較短工作週掂唔掂呢個話題，一齊睇睇。喺一個澳門嘅一個現場環境入邊啦，工作時長係點樣去反映出嚟嘅咧？是否一個合理性咧？其實我覺得要睇你個產業係咩產業。譬如舉個例子，譬如話做一個餐飲業嘅話，咁譬如話一個員工一個嘅侍應，有冇可能一日淨係返2個鐘頭？或者係因為其實講真，佢係需要去有啲產能做咗出嚟嘅。因為佢呢個產業係要同人去交際啦，去做一啲嘅配套啦，咁所以其實佢係需要一啲工作嘅時長，係一個痛點，亦都係一個剛需嚟嘅。咁但係有啲嘅行業，例如做一啲嘅 IT 或者人工智能，其實佢只需要係做到一個嘅產能出嚟就 OK。譬如話假設佢每日係需要做8個鐘。但係我只需要我提高個產能，用更加多嘅 AI，用更加多嘅人工智能去配合佢，令到8個鐘頭嘅嘢可以喺2個鐘或者3個鐘頭之內做得到嘅話，咁其實變相咗嚟講，可以將澳門入邊嘅時間降低之餘，同時可以做到佢嘅產能。澳門工時咧過長咧就我認為都係過長嘅。咁呢個問題嘅產生咧，其實有好多方面嘅，我覺得。即係首先咧，澳門就本身就係勞工短缺啦，咁好多企業亦都係請唔到人，咁亦都係可能係基於一啲成本嘅考慮啦，基於成本考慮，咁可能佢亦都會選擇請多啲勞工嘅，咁變相咧就令到本地人咧佢可能需要返工嘅工作時間咧，亦都會係拉長。咁甚至係有啲企業主咧，為咗節省成本咧，可能佢亦都係傾向去請一啲兼職啊。咁將一個本地員工一個正職嘅崗位嘅工作咧，可能拆分成3個、2個咁樣嘅兼職。咁變咗咧，就令到工時自然係會拉長嘅啊。咁所以我認為澳門喺呢方面咧，嗰個勞工作時間咧係偏長。再而言咧，其實我覺得澳門嘅一個環境入邊咧，我覺得係絕對可行嘅。譬如話喺一啲嘅公司入邊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公司咧係引入咗一啲外國嘅一啲嘅政策喺我哋澳門度實行。例如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澳洲咧係好錫員工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佢哋係超時工作嘅話咧，其實佢哋一嚟有補貼啦，二嚟其實係佢盡量係鼓勵啲企業咧係唔俾員工咧係過度工作。因為其實過度工作咧，其實對於員工嚟講咧，其實唔一定係一件好事。第一，你過度工作，其實員工已經有疲勞；第二，其實佢係產能係越嚟越下降。第二樣嘢其實澳門亦都有咧引入一啲法國嘅一啲嘅諗法。法國入邊咧，其實佢哋好注重咧就係話你做咗個任務俾我完成咗啦，咁我就可以提早俾你放工。只要你嘅呢件事係執行到嘅話，就已經係 OK 啦。咁其實我覺得喺澳門落翻地嚟講，其實好多嘅企業主其實應該要諗一諗，其實喺佢公司入邊提高嘅崗位入邊，其實可唔可以引入翻
外國嘅一啲已經係行得好先進嘅一個政策落翻嚟澳門呢個地方去實行呢，從而可以令到我哋澳門成個經濟鏈又好，成個團隊文化又好，甚至係員工嘅質素又好，都係大大提升。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澳門未來嘅發展係值得一個深思嘅一個話題嚟嘅。咁我認為喺澳門推行呢個短嘅工作週呢，係可行嘅，咁但係可能未必適用所有嘅行業啦，因為畢竟澳門始終係以一個旅遊、博彩服務業為中心嘅一個經濟體。咁其實澳門好多行業咧嘅崗位咧係需要輪班工作嘅。咁呢啲可能就未必話咁容易可以做到呢個縮短辦公嗰個工作週啦。咁但係其他嘅行業，譬如一啲偏向一啲行政啊，或者一啲政府部門啊，甚至係一啲金融嘅行業啊，呢類型嘅話咧，我覺得係有條件去試行呢個制度嘅。工時縮短唔係單純嘅數字遊戲，唔同行業都會有佢哋面對嘅難關。當中最緊要嘅係員工嘅工作效率會唔會下降？多謝兩位嘉賓今日嘅分享，我哋下期職場先知再見，拜拜。